以斯帖記第3章，哈曼陰謀除滅猶太人。呢啲事之後，亞哈隨魯王使亞甲人哈米大他嘅兒子哈曼尊大，提升咗佢，叫佢嘅爵位超過所有同佢同朝嘅官長。喺朝門，王所有嘅臣僕都跪拜哈曼，因為王如此吩咐。但係末底改不跪不拜。喺朝門，王嘅臣僕對末底改話：你點解違背王嘅命令呢？佢哋日日勸佢，佢都係唔聽。佢哋就話俾哈曼知，要睇末底改嘅事是否站得住，因為佢已經話俾佢哋知自己係猶太人。哈曼見末底改不跪不拜，就非常憤怒。有人將末底改嘅宗族話俾哈曼知，哈曼睇下手只害末底改一人係小事，仲圖謀要滅絕亞哈隨魯王全國所有嘅猶太人，就係末底改嘅宗族。